我哋特別感謝天主，求天主祝福我哋嘅家庭，俾我哋多啲純德。希望我哋喺我哋嘅生活中繼續為天主、為福音做見證人。咁今日我哋都特別感謝天主，因為天主祝福咗我哋，咁我哋都可以做少少喺呢間聖堂嘅維修。一陣間念玫瑰經之後你哋都可以入去祭儀房間呢邊可以睇到有啲維修嘅工程啦，都要感謝天主。所以喺念玫瑰經嘅時候我哋都要記得唔同嘅恩人啦，特別呢個地方嘅村民啦，為特別所有嘅祝福我哋今日感謝天主。願主與你們同在，與你的心靈同在。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